你永遠都鬥唔過一個學嘅奇門遁甲嘅人。人如果學咗奇門遁甲，就好似一個可以準確掌握風向嘅舵手，喺洶湧暗流嘅海面上都可以揾到順風而行嘅路。大家都知，學識咗奇門遁甲之後，啲人都唔使問，但究竟點樣先可以做到嘅人唔使問呢？大家好，我係奇門遁甲傳承人三學老師，你而家就可以嚟聽下我哋奇門遁甲課程。所謂一人學到，九族成蔭，成棵家族樹都可以得到特別嘅滋養，產生良性嘅影響場，將每日玩手機嘅時間放低，將每日無所事事嘅時間執返嚟。年齡唔係學習嘅阻礙，學到老活到老，而家連1蚊都唔使就可以學奇門，由我奇門傳承人三學老師親自幫你解答，聽我20幾年嘅經驗總結。5日奇門課程，第1日係學奇門符號，第2日係奇門單攻實操，第3日係12掌聲認識自己格局，第4日係奇門8大秘法，第5日就係生活實際應用，專業助教老師1對1隨時指導你。快啲睇下面個鏈接報名啦！